专门照顾甲提供工作机会予身心障碍者的花莲必须带教育院，伫控4、控3大地震了后，生意就真歹，所以最近院方嘛开家庇厅，要予这个囡仔有新的发展加工课。阿中今年2、5岁，伫遮是负责外场的，伊甲家己烘的饼，好咧啊捧去人客面头前，而且不时还阁真热情甲人客开讲。其他的医生嘛共款无用气气，大家拢真介意来家庇厅上班。我喜欢开会务，因为开会务需要我帮忙卖面包。会不会紧张？不会，我会放轻松。院方表示，其实早期规划新大楼的时阵，就有按算要开家庇厅，不过因为工作项目等等的因素，一直到去年地震了后，内部人力甲相关的规划需要调整，家庇厅才总算开啊。他们在接待，有的负责在外场的，让他们更多训练跟人不是感到陌生或怕生，反而能够跟人有一个连结，那更肯定自己。院方强调讲，家庇厅目前还阁咧试营运，所以款料煮家庇出菜的时间可能有较久。也若现场嘛有一寡医生的画作，提供予大家欣赏，嘛请民众耐心等待甲体谅。不急。就反而慢慢的等待，然后慢慢的欣赏小朋友、大朋友的作品，让我觉得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。必须带教育院由台湾基督教宣教师车会所成立，70年来照顾小儿麻痹、多重障碍、东视症、甲自闭症等等的患者，即马有100多个医生，是花莲地区真重要照顾身心障碍者的所在，需要大家做伙来关注。公视新闻花莲报道。